喂喂喂，成日話香港睇病貴，排隊排到暈嘅朋友，今條片一定要睇完。而家越嚟越多香港人爭住買深圳醫保，截止到2024年底，淨係深圳已經有15.6萬港澳街坊參保。究竟點解咁多人揀？3個理由，句大實話。第一，超平超抵，性價比爆晒棚。香港買自願醫保，一年閒地成萬蚊港紙，普通打工仔頂唔住。但係深圳居民醫保，一年先係約500蚊人民幣，平到你唔信，報銷仲勁到爆，住院最高報90%，普通門診都有75%，大病小病洗極都唔肉痛，直接慳一大筆。第二，唔使排搶籠，睇病快到離譜，最憎香港公立，照個胃鏡排3到6個月，做個手術直接排成年以上，病到拖衰。轉去深圳完全唔一樣，普通門診當日即掛即睇，大型手術1到2個禮拜搞掂，3甲醫院住院平均淨係排8.5日，唔使捱唔使等，有病即刻醫先至最安心。第三，零門檻，跨境超方便，大灣區必備。重點嚟啦，而家香港人買深圳醫保超級鬆，唔使有深圳樓，唔使喺深圳住滿半年，只要有港澳台居民居住證，直接搞掂參保手續，流程簡單到唔識都明。無論你成日兩邊走，喺深圳打工定係退休養老，呢個醫保簡直係剛需，補足香港保障缺口。總結一句，平、快、易、抵，15.6萬街坊都揀嘅選擇，一定唔會差。仲唔識點申請？要咩資料？直接 PM 我，逐樣教你搞明白。